你知唔知貝多芬曾經因為唔見咗1毫子而寫咗一首傳世名曲？貝多芬出名脾氣暴躁，有一日佢喺屋企發晒狂咁揾一個唔見咗嘅 groschen， 即係一個幾乎唔值錢嘅硬幣。佢屈個女傭偷咗佢啲錢，仲反轉晒啲家私，將間屋搞到亂七八糟。個女傭嚇到即刻走佬，之後再都冇反過嚟。但係貝多芬發完脾氣就算數咩？冇啊！佢坐低喺鋼琴前面，將呢種無聊又小氣嘅憤怒全部發洩落去一首超勁嘅樂曲入面。佢將呢首歌命名為《失去1分錢的憤怒》。呢首歌節奏極快，亂七八糟，聽落去真係好似一個脾氣暴躁嘅天。